过来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桃园区连续落几个天的大雨，那桥冲断去，整个大路嘛拢断了了。这几天有几个部落的大学生，趁休热的时，等去部落倒班山啊，却因为这个路拢断去，无法度落山。啊，今嘛要开学啊，这2天有袂少人用行用步练的，行5点钟爬山过岭，准备要去开学。民巴克路桥断去，场面真恐怖。桃园区部落连外道路嘛无啊，若想要离开，敢若会使像安尼，真危险。这个地方是易碎溪哈，我现在过。涂骹拢是石头、有烂土和真大港的溪水，根本徛袂在。不过，这种惊险的场面，煞是两边民众最近的日常。哦，我要到那个民巴克路桥了，好像有山羊走过来。有部落学生伫要开学，为着落山，敢若会使像安尼行5点钟的山路，阁有传统步道，自护行李行过吊桥，过3条溪，真无简单，才行到吊桥的另外一边美秀平台。要准备下山求学跟工作，只是说要上美秀台这一块的话，要拉绳。民巴克路桥断去，桥梁两边的民众敢若会使用物资救援，另外一边的民众为着辛苦种的山野，嘛敢若会使冒险过溪要上山采收。没办法让外面厂商的车子进来，这一块的话，他们认为说很失望。风灾了后，桃园区敢若变作孤岛，永工厝当了这个抢修，希望会当伫20号、21号2天开放山的时段。不过山顶的天气真侪变化，随时拢有可能会封路。学生为着要落山读册，敢若会使用上悬殊、上辛苦的方式，实在互人看甲真唔。